楚剑清。咱们再续一波怎么样？那干什么呀？唱歌。唱歌怎么样？可以，唱歌可以啊。唱的不好听。看你。我有点累了，想回家休息了。你们玩的开心。璇姐，拜拜。哎，是我们去哪儿的？对呀，去哪儿啊？到底去哪儿啊？我知道去哪儿。我刚看了公告，附近广场今晚会有喷泉投影表演，要不我们去看喷泉吧？哎，可以，喷泉也可以，那走吧，走啊，走。哎，这个喷泉表演可是免费的，我今天又给你省了一大笔钱。你为什么帮我省钱啊？难道你想做星云的管家婆？不是我，不用解释。你好漂亮啊！一推到了角落，可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，因为还在闪烁，为了你的许诺，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更苦涩，慢慢熟悉的磨合，盼爱梦里缓和。好看。对你深深。楚剑清。哪怕是独身。楚剑清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只想这一回别再错过，听见回忆在说你的爱我记得，对你深深在意，哪怕是独身距离。不行。你去过我们家附近那个广场吗？明天下午7点，在那里等我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